后来这个事件，咱后续会继续来关心。先来看这个台湾疫情稳定，指挥中心嘛来宣布，10月初5开始有条件来开放到56场所，包括 KTV、MTV、甲麻雀馆等等。不过，都要遵守着防疫的规定，像去 KTV 唱歌，都要专程来挂喙罨，这个包厢内底禁止来食食。每一组的人客要入场，都要让30分钟。这个防疫的规定是真严格，有医师来吐槽，讲恐惊是做袂到。莫估计咧，台语老歌，不管是一个人唱还是合唱，拢无问题。为着防疫，56场所到即摆已经封超过3个月，爱唱歌的老大人真正是够。我就指挥中心研究讲，56场所将伫10月初重新开放，里面活动中心准备好啊。李明要进场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实名制 QR code， 然后 QR code 之后，我们再请李明消毒，然后量体温，量完体温进来以后，我们询问一下这一周身体的状况大概如何。除了社区里面活动中心以外，未少少年人爱去的 KTV 嘛拍算要开放，不过呢，人客爱挂喙罨，房间内袂使食物件。古早人客入场爱让30分钟，房间内每2点钟空气要换一摆。服务人员6成以上爱做头一剂预防射，而且满14天。戴口罩可以防止飞沫喷出，但是口罩也不是100%，一般口罩可以过滤掉大概90% 的那个飞沫，但还有10% 的飞沫还是会飞出来。专业医师强调讲，房间上好爱倒抽风机，保持通风，也若无共款有风险。是讲，就算有这防疫规定，要安怎稽查是一个难题。56场所封锁已经超过3个月啊，总算会使开放啊。不过，敢会因为安尼，又搁互疫情爆发，全台湾拢真关心。